大家好，我係大圍米高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悅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大圍米高亦可以查詢大圍附近嘅租盤賣盤，可以加我 WhatsApp、微信或者打電話俾我。多謝大家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。有雪櫃、洗衣機、微波爐、爐頭同埋抽油煙機。客飯廳嘅位置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對住就係附近嘅山景，非常之開揚翠綠。睡房放咗雙人床，位置放衣櫃，對住亦都係同一個山景。非常開揚翠綠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民用。有需要可以隨時加我微信、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查詢大圍嘅租盤賣盤。多謝大家。